好，嘉明老师今天要带来的呢是比较东南亚的风味的哈，是泰式的吗？对，是泰式的。好，但是用皮蛋做泰式的，我是第一次看到哎。那皮蛋我看老师都没有剥嘛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这个皮蛋要不要先蒸过？因为有一些处理方式要先蒸过，今天这个皮蛋要先蒸过吗？你是不用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做的是凉拌的，所以需要里面的那个，就是有一点膏状这样子。对，也需要一点膏状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来做咯。这个皮蛋，我们来有没有说剥皮蛋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？剥皮蛋之前呢，先用滚，把皮蛋的壳滚给它碎，这样会比较好剥。对，好，老师来。我们皮蛋呢，都会先敲一敲。当然是一定会有一颗是比较不容易碎的。对。敲完以后啊，我们都会是这样，给它滚一滚。哦，好有趣哦！原来哦，这样蛋壳就很快就分离了。其实啊，假如方便的话，是用鱼线切的话会比较平整。哦，对，我有听说过，就是像以前，在乡下也是嘛哈，我们如果做那个白煮蛋煮好之后，也是用线去切它，而不是用刀子哈，因为用刀子的话呢，就是很容易那个蛋黄会粘在我们的那个刀子上面。啊，真的剥得非常的完整哈。但是上面如果有一些那个比较碎的壳哈，还是要剥掉哦哈。其实就是用那个食用水洗一下，对，洗过一下就好。可是洗完之后不是骨溜修吗？就是很滑。其实也不会，也不会，不会。我们有女红嘛，我们会缝扣子啊，那个线应该都可以，对，不要有颜色的，对，不要有颜色的哈，最好就是普通的米色的这样哈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切皮蛋。皮蛋不用锯，你就直接压下去就好，这样就很漂亮。对，然后切完一个之后，我们的刀是不是要擦干净一点？对，好，每一刀就像我们切 cheesecake 一样，好，就是要加热过或者把刀子擦干净哈。对，才不会涩涩的。好，不求快。对。好，然后每切一刀呢，我们刀子再清理干净，这样每个皮蛋的这个表面呢，就不会说夹杂着另一颗蛋的那个屑，那看起来就是不够清爽。虽然我们等一下也是要淋酱汁了哈。对。好。哦。就这样子。哦，很特别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煮酱汁。煮酱汁。OK， 好。好，现在呢，大家看到这个哈，我还以为是芹菜啊，其实不是啦，是香菜的梗。好，我们通常我们在做台式料理啊，我们撒葱花、撒香菜末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会用到梗，但是在泰式料理里面，老师，香菜梗是宝，对不对？对，算是宝。因为我们叶子可以拿来做蒸鱼的做蒸鱼的动作，然后梗的话就比较硬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做凉拌的。哦，凉拌。对，凉拌的。像我梗不用，我都会把它切好之后放在冷冻库，然后去熬汤。那也很可以，像我们酸辣海鲜汤也是这样做。对。那我们现在来切末，切末的时候啊，不需要切太细，是粗粗的就好了。老师，这个叫粗粗的，其实我看也蛮细的，不用多，是这样子就够了。这是等一下要来做皮蛋用的。小番茄，泰式料理也非常被广泛应用的就是小番茄啦。老师，如果真的有时候啊，我买，当然台湾是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啦，小番茄嘛哈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用大番茄做出来的味道是不是就不太像了？其实用牛番茄口感也不错，也不错。牛番茄。可是我觉得它们的香气不太一样哎。老师有觉得香气不一样吗？还是只有我觉得香气不一样？香气其实大致上都是一样，只是泰式料理来讲的话，大番茄师傅比较不好切。
哦，我反而觉得小的它骨溜修很容易去切到手，不是吗？因为大番茄它保存不容易，小番茄保存比较容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要煮酱汁了。这个酱汁在泰式叫生虾酱。生虾酱。对，生虾酱。我们现在糖就30克左右。这是鱼露，大概40 CC。泰式料理最常用到鱼露了哈。然后柠檬汁85 CC。哇，这么多，好酸哦，我都流口水了。那我们现在开火。其实这个酱汁啊，可以用在生食级的海鲜类。所以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我们做的虽然是1口酥皮蛋啦，哈，是凉拌的，那这个也是百搭酱吗？百搭。那我如果一次煮多一点，可不可以放在冷冻或者放在冷藏？像我们都是放冷冻。冷冻。一包一包的装，不要一次一大包。这样你退冰。就是分装嘛。对，分装好。对对对。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退冰，然后直接要再煮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再煮过。现在等它滚就可以了。这些刚才所切的食材啊，像这个香菜、根末、番茄是不需要煮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倒下去，加点蒜碎、蒜头碎、辣椒碎。这些都是新鲜的哈，都没有处理过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单纯的一个酱汁。这酱汁啊，配上皮蛋啊、生食级的，像生干贝啊、生虾、生鱼片都百搭。感觉好酸哦。可是老师刚刚有加砂糖了哈。有。那么就把它淋上去就好。对，其实很酸，配上我们的这个皮蛋啦哈，然后又有一些辣椒啊这些哦，照理讲哦，我们这个泰式的料理呢，本身就是酸酸甜甜的，对，也很少人会觉得说哦太酸了，然后不喜欢吃。像在台湾的话，泰式料理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哦，所以我觉得泰式料理可能啦哦，对这个重量哈。比较在乎的人呢，可能也可以多学着来做。好，这是老师带来的第一道，看起来好漂亮。我们的这个皮蛋哦，可以这样子来做哈。我们换一种方式啊，像我在家总是把皮蛋拿来煮。当然凉拌的话就是凉拌豆腐嘛。不晓得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做。好，我们又学到了一个百搭的这个泰式的酱料哈。